在《楚乔传》的结尾中，宇文玥因为和成员的人交手多时，根本敌不过车轮战的损耗。在楚乔赶到冰湖的时候，燕巡下令放箭，导致宇文玥被射入了冰湖之中。最后一刻，楚乔虽然也一同下沉到了冰湖，却被宇文玥一掌推开，只剩下宇文玥一个人缓缓地沉落了下去。两人的故事便在此时画下了句号。而不少的朋友也都想知道宇文玥究竟能不能活下来，又是如何的被救，他和楚乔之间的关系又该如何的发展。而今天就来给大家讲述《楚乔传》第2季中宇文玥和楚乔的故事。在冰湖之战结束后，楚乔也因为冰冷的湖水刺激而昏迷了过去，但很快就被燕巡救下带了回去。经过了几日的休养，楚乔迷迷糊糊地清醒了过来，但是他却并未第一时间睁开眼睛，因为他不愿意承认冰湖的那个事实。在这几日之中，楚乔一直都重复地做着同一个梦，那就是他漂浮在冰冷而漆黑的湖水之中，宇文玥面朝着他一点点地越坠越深。虽然宇文玥的脸色苍白，但是那双眼睛却异常的明亮，只是安静地看着他，然后一点点的沉沦。楚乔从未感受到如此的脆弱无力之感，所以他只想要逃避下去，即便是身边的人不断在呼唤他，他也没有任何勇气醒过来。因为宇文玥的生死一瞬间就将楚乔原本的梦想击破，直到这一刻，楚乔才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女人，也会感受到疼痛和绝望，所以他一直拒绝吃饭吃药，并且滴水不进，只希望自己也能够跟随宇文玥一同离去，在那个世界中相逢。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声音，随着声音越来越近，楚乔听清楚了，此人是在咒骂他。随着各种恶毒的话语传入楚乔的耳中，楚乔忍不住地睁开了双眼，倒不是他被骂生气，而是这个声音十分的耳熟，所以楚乔才开始从床上艰难地爬了起来。但是他刚望向门外，看到的却是已经被长矛穿透身体的管家朱成。此人是宇文玥培养的一个年轻管家，并不会什么武艺。此时他身上的衣衫已经全部破碎，并且一条臂膀也被砍断，但依旧是像一个疯子一样，不断的去攻击那些侍卫们，冲向楚乔这边。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女人！朱成用尽全力地对着楚乔呐喊道，而周围的那些侍卫们并没有对朱成下死手，只是一次次地阻止他靠近屋子。此时楚乔也是浑身无力地瘫软在地板上，看着眼前的朱成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滑落了下来。一旁的金子苏也只是尽力地抱着他，用手蒙住了楚乔的眼睛，不让他继续看下去。住手，都住手！在听到朱成的声音逐渐微弱下去后，楚乔开始发疯了起来，推开了金子苏就向外跑了出来。对于那些阻拦他的侍卫们，楚乔用力地将其推开，直直地走到朱成面前。我杀了你！看到楚乔自己走出来，朱成用出全身最后的力气，挥刀向楚乔砍了过来。此时楚乔就看着朱成丝毫不闪躲，迎面迎接那早该砍到他身上的那一刀。就在那一刹那，一支利剑破空而来，精准地穿透了朱成的心脏。朱成的动作彻底止住了，一口鲜血喷在了楚乔的脸上，缓缓地倒了下去。贱人！这是朱成骂出的最后一句话，之后就彻底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而射箭之人正是赶来的燕巡。以后这种杂碎都看紧一点，燕巡冷漠地对着那些侍卫们说道，然后放下弓箭，走到了楚乔的面前。在朱成倒下去的一瞬间，楚乔再度瘫坐在了地上，所以此时燕巡居高临下地看着楚乔，面色阴郁地说道，我已经昭告天下，说这是你设下的圈套，引宇文玥前来并将他杀死。这个人是跟着宇文玥一同来到燕北的，估计再过几天宇文家的那些死士便会一批批的前来了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派大批人手来保护你。燕巡语气冰冷地说完了这句话，就像是在给楚乔下达命令一般，但楚乔却只是怔怔地看着他。突然之间，他不知道眼前的这个人究竟是谁了，忘记了他的名字。阳光照射在了他的身上，也看不清他的面容。在朱成的尸体被侍卫们拖走之后，燕巡也不再继续跟楚乔废话，带着人离开了院子。下人们也开始在燕巡走后挑来水桶，开始洗刷地面上的鲜血。唯独楚乔依旧瘫坐在地上一动不动，没有人敢来叫他。月儿，月儿，
大约过了1炷香的时间后，金子苏便小心翼翼地靠了过来，轻轻地拽动着楚乔的衣角，但根本得不到任何回应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门外再度传来了一个男子的怒骂声音。此人是燕洵手下的将领阿金，为人十分的忠心憨厚，跟楚乔之间的关系也不错。在喝退了那些阻拦他的侍卫之后，大步地走到了院子之中。看到楚乔那落魄的样子后，阿金也忍不住鼻子酸了起来，走过去一把就将楚乔扛起来带入了屋中，然后吩咐侍女们赶紧给楚乔清洗一下。姑娘，你别这样，这事不怪陛下，都是程渊那个奸佞小人在谗言惑主，姑娘你要坚强一些。阿金的声音颤抖着对楚乔说道，打算唤回楚乔的一丝意识，只不过他的声音在楚乔听来就像从遥远的天那边传来的。贺萧呢？许久之后，楚乔微微转头看向了阿金，缓缓地问出了这句话。而阿金听到楚乔的这句话后，微微一愣，好像是没有听明白一样。姑娘，你说什么？这倒不是他真的没有听清，只是楚乔突然说话让阿金有些不知所措了。贺萧呢？秀丽旺的士兵呢？他们怎么样？有事吗？楚乔声音十分沙哑，眼神之中也稍微恢复了一点的清明。没事没事，他们什么事都没有，都在卫武所里面。他们想来看姑娘，只不过姑娘还在养病，陛下就不许外人来打扰姑娘。阿金此时连忙回答道。楚乔能够回应他已经是莫大的庆幸了，这说明他的伤势已经逐渐的好了起来，这倒让阿金放心了不少。听完阿金的话后，楚乔微微的点了点头，稍微停顿了一下，他还是问出了那个自己最想要知道的事情：宇文玥的人马全都死了吗？对于这个问题，阿金本来不想回答，但是看着楚乔的面容，他还是选择告诉了楚乔，那些人全部都死了，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活口。宇文玥呢？捞到了吗？对于这个问题，阿金瞬间沉默了下来。他不是不想说，只是怕姑娘承受不住。但楚乔依旧问了一遍这个话，如果没有得到答案的话，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所以阿金只能够缓缓地回答这个问题：宇文玥已经捞出来了。是的，宇文玥已经被燕洵派人从冰湖之中捞出来了，但是他已经没有了任何生机，所以燕洵就派人将他的尸体送还给了西魏，并且还是赵彻亲自来接的。因为宇文玥是权势，这一次他们换取了宇文家100万的赎金。在楚乔听完了这些回答之后，表情依旧十分木然，只是不断的点头。阿金见状还以为楚乔被刺激到了，所以连忙说道：姑娘放心，没人损坏他的尸体，送回去的时候好好的，陛下还给他准备了上好的棺木。人都死了，还要棺木做什么？楚乔平淡地说出这句话后，就强撑着身体站了起来。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，刚才被灌了一点的药，走起路来轻飘飘的。金子苏想要去扶他，但是却被楚乔一把推开。只见此时楚乔踉踉跄跄地走到了书案之前，拿起了纸笔打算写字。金子苏则是也立刻跑来给楚乔研墨，然后吩咐丫鬟们将门赶紧关上。但还没等金子苏拿起墨来，楚乔就已经将一封书信写好，然后将其交给阿金，让阿金带给何萧。这封信其实是让何萧阻止宇文家的杀手进入燕北。楚乔已经不想让宇文家再度流无辜的鲜血了，而很快楚乔又写出了2封信，一封是给巫先生的，另外一封是交给魏源的。而阿金接过这些信后，心中也升起了一股不祥的感觉，直愣愣地问出了一句话：姑娘，你不是要行短剑吧？楚乔看到此时阿金的样子后，也不由得怔住了，但还是回应了一句：不会。在得到这句话后，阿金才放下了心来，只要姑娘能够平安地生活下去，那么他也就没有太多其他的问题了。那么楚乔会做什么呢？我们明天再聊。